好，来继续来看日本上界大间的二手商店，伫台湾成立4年了，去互一个查某贼来上钓。这个查某贼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伊到台北信义某一间百货公司的专柜偷摕3卡高级的卡网，去互店员发现来报警，当场互藏起来。 他结账，他结那边，但他这2个没结，然后最后被我们拦下来。这2个怎么发现的？因为他放在这个袋子里面，然后他说这个袋子是从外面拿进来，这宝宝原本就在外面。警名牌包要互店员揭晓，不过店员的目睭内看到查某人的卡包内底，阁有2卡无摕出来，怀疑伊偷摕物件，当场互人赃到。可是他们是我还没结账，他们就报了。他们有问你要不要结账是吗？但提供发票你也拿不出来不是吗？抱歉，不要抱歉啦，没抱歉你可以跟法院说。警方赶到场，伊阁想要辩解，讲卡包是伫咧北京店买的，不过店内拢有监视器，甲偷摕过程拢翕落来。看代志曝空已经毁失的，不过头家原来坚持要甲告。日本最大的二手商店来台湾设点，连台北市信区好几个百货跟西门町商圈都可以看得到柜位，但这回却被女窃贼盯上，上门偷窃。 张姓查某贼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去年正月到信义区的专柜趁店员无注意，偷摕价值1800块的 Coach 包、12000块的巴黎世家机车包，上贵的阁有28000块的 Gucci 包，是经典款的流苏项链包，拢总价值41800块。揭晓的是，互店员掠包，伊阁辩讲是买物件袂记得揭晓。不过警方查出伊伫咧 A 分店偷摕，摕去 B 分店卖来趁钱，用窃盗罪起诉。 这间二手的品牌，伫咧2018年入来台湾市场，各种潮流的衫和鞋啊，阁有价值上万块的名牌包，受到真侪人的欢迎。即个险啊，互贼仔偷摕卡棒，其他的分店恐惊嘛受害，店家赶紧通报其他的群组，追踪名牌包的下落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